欢迎观众朋友在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比新闻幕后嘅单元，来关心呢个动铁片嘅话题。因是今年系抗议万安模拟总统39年，因为卡卡天视台记者呢，没有去到西班牙嘅加泰隆尼亚，还有巴斯克地区来做采访，来看当地黑人选同佢哋嘅自家嘅理念，黑人选传落来嘅。所以今比请到嘅来宾呢，系因卡卡天视台嘅主播系记者陈兴志，兴志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可能提到那个，去到那个巴斯克同加泰隆尼亚地区，加泰隆尼亚地区大家可能是较少啦，加少巴塞隆纳大家所地。不过大家对那个巴斯克地区可能较无熟吼，先为大家来小解一下讲，那个地区佢到底同哪片韩国佢有乜嘢用嘅特色？其實大家應該都唔知嘅係西班牙，伊算係一個過度民族整起來嘅國家，伊不但算係無相同嘅王國，啊，一個最大嘅卡斯蒂亞王國，伊就將所有嘅一個王國合拍起來，所以伊其實算係無相同嘅民族。最面係本祖為17嘅赤赤旗，好多其實唔講到嘅一個巴斯克地區，就算係其中一個，加泰隆尼亞咪算係其中一個。唔過也用嘅國體片咧係，亦係土地意識國國位，做埋佢講言為國上嘅土地嘛，就係認真認知到人嘅語言、客家文化系統，人講嘅西班牙規模相同，所以國體片哦，人啲西班牙其實唔係講伊係西班牙人，而係講係巴斯克人西班牙，而最面就係要面再加一個西班牙。所以佢嘅認同是係對當地先過來講係講佢係呢個國家嘅人。係，迄個我比如講，佢就講，誒，像係高雄人啊，就會講，唔係講係台灣人，我可以先講係高雄人，後面再加一個台灣。啊，頭都唔講到嘅，像係能看到一個巴斯克地區係本做三個縣，人哋一擺去就係其中一個，係由本年縣做係2016年嘅文化之都，變到聖塞巴斯蒂安，而係一個國體片嘅都市，就啲海術，行家有咩江山。係啊。該片提到嗰個語言，其實咪同那個使用嘅西班牙文，一種咪冇乜相關係咪？係冇錯，因為啲貴嘅西班牙地區，我頭都講到嘛，亦係冇相同嘅民族，所以人其實都有自家嘅方言。人哋講係語言咯，做乜講語言？因為伊係有文字嘅。所以伊國體片咧係講，伊係國土裏邊嘅同一個內統，所以伊同西班牙話無相同嘅係伊有自家嘅方言，所以伊咪有自家嘅文化。像巴斯克地區，大家可能會有聽過嘅，就係伊有一個算係最有名嘅恐怖組織 ETA。伊頭擺就係認真嘅屠殺嘅世界，研究人嘅語言文化，規個都禁止嘅，所以兩面一個組織就發展起來。其實兩一開始係呢度嘅捍衛人自家嘅語言同埋文化嘅。係咪嗰個語言同文化，其實咪同那個台灣咪有一些相關經驗都會講，是經過啦那個語言，人是唔得講自己嘅話，韓國有人嘅國家統治，然後佢哋嘅有一個靜態，將有安泰嘅反彈。人哋一擺去到嘅片有發現講，其實人哋都喺西班牙同人哋過相像，伊有一段嘅時間係屠殺嘅時期，嗰時節係搶咗嚟講西班牙話，係規嘅西班牙地區都係安尼。講國語運動嘛呢？過相像，所以人哋方言像係巴斯克話啊，頭都唔講到嘅加泰隆尼亞、加達蘭一條話都相同，啲幾時節係完全都唔得講嘅。唔過我知道啲西班牙一條無相同民族嘅人，人呢嘅自家意識係過高嘅，所以人希望將自家語言救到轉來。最特別咧就係人哋頭都講嘅一個巴斯克地區，人就講巴斯克，人哋方言巴斯克話用巴斯克話來講叫 Euskera。人頭擺啲做一個事情嘅時節，屠殺時期人哋都唔得講嘛，像人哋啲台灣唔講客話，唔可能我調定咧派嘢個我講方言，唔做唔得講客話。人嘅時節係韓國人哋，因為嗰片嘅人係過激烈嘅，人想去保存自家嘅文化，結果一個屠殺者而係過統一嚟想去做掉嘅事情，所以係過國愛去統治。啊，你做下來嘅事情係講，係講唔要講 Euskera， 唔會本年起來。也係講我們本年發錢，唔係講搶反人聽聽講，可能會關起來啊，用辦呢係規定人家嘅事情，所以對人來講，幾段時間係規定人家嘅一段時期。不過我用嘅間人咧語言保存下來，因為我都有講到，人係歸有自家意思嘅民族，研究發展出一個秘密嘅地下組織。所以講係對那個秘密嘅學校。來教係咩？冇錯，完全冇想到，人係一條家長，人自家去尋素材，自家人出來，安尼比邊咧教一條學生嘅，人就會希望講，唔會人咧身體咧喊擺，唔會講一種方言，唔過也嘅唔係太普遍嘅人啊，可能係小部分，
够有钱的人，生活过得够好的人，因咧现在係用班，也唔會去一般的學校，所以對一條像我哋也擺去採訪，有咧書封仔，伊就講，伊國小1年生到4年生的時節，伊就係去一個必備學校，所以伊係冇學歷的。哦，所以講，佢冇像台灣講，還有我們嘅母語教學，像就係官方承認，頭擺咩樣嘅情形？頭擺唔係，嗰時節今次嘅時間。搶做得用西班牙話來學，不過也件事情咪出生的，像我哋也擺去到嘅片，我會發現講，啲係講啲態度方啊，看到差唔多40-50歲嘅人，因其實唔多曉講一個euskera嘅啦，因為講西班牙話。不過也俾人哋發現最特別嘅係，唔行啲態度方，像我哋啲台灣也行，可能看到嗰度細嘅人，佢會講客話，唔過像可能像我哋呢種後生人就講唔曉講客話，唔過嗰片唔係，因係後生人。會講euskera啦，那個係每下將慢慢嘅釀轉來，啊，那個意思。冇錯，因為釀轉來以外，其實我哋一下也沒有做一個最新的統計數據。研對一個1991年家下到2016年，研究發現講，16到24歲嘅人，喺講啲1991年曉講euskera嘅佔25%，唔講提到嘅2016年已經提高到71%，一個比例真見增加嘅軌道呢，對一般嘅學者來講，可能想講，做乜嘅學生係會做到安尼嘅事情，我哋就發現係因為人嘅教育體呢。你講咧個應該當天嘅語言按做係euskera啦，我聊到係basket話叫 basket 咩學叫euskera，佢一種對規個歐洲來講，佢有按強認同講係甚至嘅語言係咩同所有嘅西班牙包括咧加達蘭包括咧其他歐洲語言，其實佢係應該當土地嘅語言。人哋其實啲愛去以前人就發現講，人哋愛查資料嘛，你就去查80語言，我會發現點樣都好嘅資料鬼神奇，因為下個伊係語言嘅想法三，伊係無算任何一種語言嘅語言，人哋看到啲幾個歐洲地區家家都係英語語言，不過伊唔算係，乜意思？伊差唔多年頭，研究會發現可能係對沙希時代就傳嚟下來，不過。有冇看得出來，也下人對文字、對發音都完全冇相同。所以啲有啲空嘅資料啊，也係講書本空嘅資料，也有寫講，而係貴特別嘅語言係魔鬼撒旦，而好嘅青年咪好唔曉嘅，因為貴特別。係，所以講唔講你嘅。包括撒旦連好青年都好唔曉，可能都得係完全頭連晚係都得係完全來做來保存來復甦嘅語言。人哋一班有去採訪到人哋語言政策處嘅一個副處長，以上係講一個東西嘅所有人，我最近亦講一個事情係講，唔知點樣都好啊，啲世界好，大家係講看到euskera啦，都會講而係貴難學嘅翻譯，而係貴困難嘅東西，文字啊嘛嘅都冇相同，而睇嘅而係知道。咩人嚟啊？我想講，做乜嘅咩鬼困難嘛？當然唔會知道。而就講，也就係一種完全冇相同嘅。唔係講想去講西班牙話跟法國話可能係鬼相像，你就會知道好起來鬼簡單。不過對人來講，而就咁講，係知道人哋中文咩唱，有嘅魔鬼撒旦好嘅，可能17年都好唔曉嘅。所以其實就係一種完全冇相同嘅語呢。係講知識好意思，其實冇問題。所以講其實知識都得嚟個教育係完全來教，嗌啲有許多嘅個學校親身去觀察嘅個教育現場，其實都得係完全來教嘅。人哋其實先前看到加達蘭嘅片啊，人哋學嘅時節，人生係國強之先呢，人哋學校係出去都會學加達蘭，所以一上課啊、教數學、教理化乜咁嘅東西，人出去都用加達蘭。唔過啲basket體系、人鬼體片，有啲副處長而咩講，亦知道嗰個驕傲嘅事情就會講，人冇愛逼得人去做乜嘅事情，因為土財時期，人去教嘅時節就係一種逼得嘛，你就知道人嘅民族唔係按用，所以留面人愛在個進行人嘅母語嘅時節，人發展出3種語言嘅模式。第一種按到地母族，研究係講，我出去都用basket話來教不過我會安排差唔多3點鐘嘅西班牙話課，還加3點鐘嘅英文課，因為我聽到時台嘛，大家都會按呢。還加有另外一種係 A 母族就會講，我出去都會教西班牙話。我可能有3點鐘嘅basket話嘅課，3點鐘嘅英文課。最尾看到嘅係 B 母族，伊就係一般。不過研究發現過，一下差唔多有80%嘅家長，因為
县呢就会有个啲母族就会出款，都用巴斯克法律好。不过伊每一件好教有三个母族，伊系一件好教就会一种母族，所以你去到一件好教，你出轨都会搞巴斯克法，一件好教出轨都会搞西班牙法，所以用按用的方式这样发展得出来。像我之前咪去那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来做采访，你发现到其实佢对啊公家机关跟我公务界嘛个多好就那个加达人个认证，跟透过呢方式同那个语言把变做公共化。啊，像头巴斯克地区，迄没有共款经验，还讲有冇共款个做法。沿做啊起来，其实沿这个巴斯克人都会讲，有的事情沿喊啲好些，沿系见变通诶。沿就讲像喺加泰隆尼亚地区正经做到几好，沿可能啲做啲政府单位沿咪要求点价，要求几多嘅收成，如果叫讲加泰兰也系讲诶扛棒当个爱下定，巴斯克地区很忙。主要係認真頭擺一個統治時期，亦係作為一個同化嘅政策，所以一下啲巴斯克地區其實係咧有一半都唔係巴斯克人，所以對一啲唔係巴斯克人嘅人來講，我必定而去講巴斯克話，其實唔好嘛嘅，都有講到也唔想去逼啲人做乜嘅事情。所以講同加泰隆尼亞地區嘅情形又係較無相關嘅。有些把冇相同，不過研究有講哦，因為唔想去進行嘅模擬嘛，我有個翻譯是喺啲生態當中都談得到，所以亦係建議推廣。按你推廣做下來，嗰啲譬如係演出係啲政府單位有去要求以外，其他嘅蔬菜像係店家啊、百貨公司也冇要求。不過研究講，亦會想辦法搶演戲來講，所以用嚟做。喺講用巴斯克法來做生意，可能生意過好，按你店家、按你商業就會行過上去做一個事情。研究發現，像喺國際嘅大企業，像喺 IKEA 一種家具公司，也沒有將巴斯克法融入去人嘅體驗當中嘅。所以講，可能佢對佢生活當中行過高層面，未係盡量去推廣。像我哋採訪，尤其係今年喺辦公模擬運動39年，請問佢個經驗，到底得啲人台灣客家有咩調寫來好嘅知道？其實我啲採訪嘅時間咩有悶，我哋去到學校有悶，我哋去到語言政策處行個研究一啲語言推廣中心。哦，頭先我哋講到有教育面嘛，有言嘅政策面。不過其實巴斯克地區人啲推廣，佢有名貴特別咧，就可以用法通來推廣。像我哋看到客家可能有生命體節慶，你去參加一個法通，你就識得了解也係文化，行個做啲談喺度語言，你按你唔到啲嘢就會好曉客家一個東西嘛。人咧推講咩相同啊？韓國特別咧係人咧法通係幾多用嘅，像用有咧歷史幾久嘅係滷州法通，人嘅係算一種精神嘅表態，研究係俺大家就緊走嘛。唔過俺哋會一幫接定一幫，俺哋愛同大家講，俺哋要做一個法通，俺哋走係走2年咯，韓家人會規個巴斯克地區都去走。希望同大家講，一個係巴斯克嘅文化，一個係巴斯克語，一個係16里度一切都有2年會判一百嘅法通。唔過人啊，都有講到人係變通嘅一個自治期嘛，所以研究想講，我做得做乜嘅事情，做得同大家講。所以像係今年我哋去嘅時節，幾度好就有讀到人頭一屆判嘅按到加強推廣奧斯基拉族。就看到7年變咧，不過人哋嘅法通規條片，我要帶定人嘅討氣鼓嚟同大家分享。像一百嘅法通，我哋看到有一啲太嘅體驗，就像一種圖，一個部分。有啲東西就係演一下啲推廣嘅法通，人哋迄個時間差唔多係12月25，不過演嘅法通係對12月23到12月初，都好就係演愛加強嘅法通。人家演一百嘅法通就係講，唔所樣去登記，唔做得拿到2種費種。不過有啲費種唔係講即係愛拿哪一種就做得咯。像我有個係有一啲最嘅型嘅嘢，就係講愛曉講奧斯基拉。我咪曉得談，因為唔會講嘅人就曉談嘛。不過研究希望講啲啊個生活當中，我會同大家講，我咪講奧斯基拉，我愛談奧斯基拉。因為啊，都講到一般嘅人都唔係巴斯克人，所以人家家行係講西班牙話嗰多，所以係講唔到曉講，唔講唔會談，就都係帶定一個費種。但係正經行啲路況，我會看到呢度人有參加嘅法通，係講佢每人講，一個係乜嘅東西，因為嗰個歡喜嘅人講，一個係人哋嘅方言，人哋希望。
望推广，迄讲唐爱时，那就会跟人讲，哎，唐爱时，你做得跟人讲白石刻花，不过也个意思就会讲哎，唔多晓讲嘛，所以迄讲有带定也个做一型的也非常的人，就会同人讲，唔怕人做得吃困难，我做得唐爱时，唔跟人讲，我咪做得跟人交流，跟人分享，就会希望也个神快动作，行家贵嘅白石刻天气，唔会行过唐爱多白石刻花。好，我来听你来分享。也是比上半场嘅内容，下半场来继续来关注客家文化去到日本哦，带来马家用嘅先锋呢，可以下嚟继续过来关心。观众在个转到讨论嘅现场，办公模拟39年，客家嘅文化未行出国际哦。今年8月头西班牙，年底12月将头了日本结束嘅呢个文化家嘅新书发表会。下半场呢，继续请到嘅来宾，咪系人强款人嘅记者同主播丽丽。记者好，乡亲朋友大家好。丽丽提一个问题，同佢讲吼，呢一班人客家嘅文化行去日本。啊，拄好嘅半夜嘅下嘅咪去西班牙，係主要係為咗嘅李條先生來打show嘅藍色下春天講嘅反抗嘅節號。呢一擺嘅日本嘅發表會，留西班牙有冇冇相關？我講到冇相用呢，其實像人家下講嘅李條先生嘅藍彩下嘅春天，也係其中一本。唔過去到日本呢，也擺係特別寫嘅5本作品，分別有甘耀明，還有鍾秀珍、李條。李玉鳳同鄭貴海，也是嘅呢，地度也5個地度就包含嘅詩，含個小說。因為先也5部作品呢，其實係咩見面哦。其實除咗講地部都有少嘅當道嘅台灣風土民情以外，還有文化。詩線當中呢，比如講李玉鳳，佢係專門啲做5星詩人。古數佢嘅5星觀點，就會本人拿出來看。還有鄭貴海，大家都講佢係綠色教父，佢嘅詩當中當關心也嘅環境，當關心海洋。古數啲也嘅發表會當中呢，也擺含辦嘅文學作家見面會，大家就對亞洲嘅作家、台灣來嘅作家當有興趣。古數比如講呢，藝術風也拿啲一本書呢，也就有作者嘅簽名，甘耀明嘅簽名。甘耀明先生。嘿，看到冇相用嘅作者去嘅時節咯，哇！大家就動聽哦，拿啲書大家可以去排列嚟討簽名。古種係咪想講哦？其實喺台灣嘅文學行到日本去。係當書都分享嘅，就像比如講，大家當上我對亞條台灣客家作家當中呢，去看到幾條很用嘅來看共用一段時間。比如講我像其實有讀甘耀明先生嘅小說冇，我有發現咯，甘耀明先生佢嘅小說第一本親書都分享。有人講嘅。比如講一本係一擺翻譯咧，按照東將軍來嘅一天，翻譯做日本話過後，哇！大家排列嚟去討簽名。認真其實甘耀明也擺嘅小說唔係佢頭一本翻譯做日本話嘅作品，佢先前呢就翻咗2本，第一本按做神秘列車，第二本按做殺鬼。雌鬼。係雌鬼，也2本上冇想到第一本哦賣到當有小頭，我就希望出版社還有啲現場嚟參加詳情，大家就講，認真看嘅日本嘅作品呢，係用日本嘅觀點。去看，比如講日本暑假下啲台灣嘅亞團時節，唔過大家當上嘅啲對兩位嘅方面、兩位嘅視觀、兩位嘅觀點去看，大家很容易看。所以台灣同日本之間透過嚟條文學，其實就條對話同安尼大家有個溝通嘅機會哦。有，還有關心嘅素材，比如講呢，甘耀明佢一本東將軍來嘅一天，佢當關心嘅係新炮力。一新炮力嘅事情唔但係搶到台灣會發生，其實同日本咪係看到動盪。沙菲事件、藍彩下嘅春天，其實底部講到嘅咪係個新炮力嘅問題，你睇全世界都係會發生嘅問題嘅。係啊，古數外啲順風嘅時節，外啲觀察呀嘅發表會嘅現場，我特別去請教嘅出版社嘅人咯，就講其實有5本作品，那係較受人歡迎。其實講，比如講有關心沙菲議題嘅，沙菲發生嘅嘛嘅事情。新炮力，還有其他嘅，大家都係
动到读者上来去看，比如讲李克先生嘅《蓝彩海春天》，也係講反抗哲學。佢就會對哲學當中也按到嘅觀點，去看到文學嘅獎。我知道講，也就係台灣嘅觀點行出去嘅，大部分也按你嘅方式，俾人家當然看到，台灣也係發生咗乜嘅事情，還有頭擺嘅野團，比如講歷史。大家係用嚟看嘅，做啲行出同頭擺冇共用嘅觀點。另外，第二禮去現場去採訪，當然沒有非常多嘅有修改翻譯家，有些呢卡法有當到嘅用詞，喺咪頭禮拜嘅人嘅成熟地步，其實呀日本頭翻譯下，其實咪原汁原味同佢保留落來。尤其真你講到啊，我還記得去奧沙卡嘅時節，竟然呢就有一個翻譯者同一個作者向下白白吵。我就記得翻譯李玉鳳嘅一個翻譯者叫做池松高樹，佢就特別講到，愛翻譯嘅詞呢冇按簡單，冇按改，因為像李玉鳳先生佢嘅作品當中，佢係用客話來寫。客話對台灣人來講，佢愛看寫詞就冇按簡單嘅。其實有啲難度嘅。因為佢客話有專門嘅詞，專門嘅用詞，佢對嘅池松高樹來講，佢就講佢直接。可唔識也嘛嘅意思。嗰種翻譯者就大部分按你嘅機會同作者見寫 email， 寫係規劃封信嘅。因為佢就會去抗議講，你也寫嘅係嘛嘅意思。我還記得咯，因為一擺嘅作者見面會當中，特別有請嘅一位藝人，佢來做客家文化振興大使。佢就用日本嘅主播嘛。主播，佢用日本話來讀林玉鳳嘅詩。大家會知道哦，聽起來念到動靜，唔過呢，其實也對嘅翻譯者來講，佢講哇真件當難，因為佢愛看客家詩，佢看唔識，佢悶，還有就愛先打幫一個中間者，先同客話嘅翻譯過來做翻譯，翻譯再個翻譯做日本話，一係經過嘅三關咯，很複雜。還有嘅林玉鳳當中嘅詩呢，佢有寫到嘅當到嘅台灣風土民情，像基本都有一首詩叫做《南部山》，南部山就係人講嘅太金山南山嘅，佢其實唔知嘅係乜嘅意思，佢行卡唔知講南山佢討台灣客家嘅重要性啲呢，嗰種我係記得有佢出特別講到，佢老佢翻做南山，愛翻做衫，又係 kimono。也係我老記翻做藍色嘅衫，其實想講，佢一衫咧，佢就唔知衫冇頭塔。呢個係文化之間嘅差異嘛，係，因為藍衫佢對客家來講有當襯嘅意思，什麼人會做嘅啊？還有講佢嘅設計入邊太輕，喺呢度講要做些時節行卡呢篇。唔過對於咧日本嘅翻譯者來講，佢要當到嘅文化意涵行卡深度嘅內容啲地位度，佢就會知道啊，翻嘅時節。可能要經過當道嘅討論，佢就會講，其實對佢來講，佢設計呢，佢當簽啦，也嘅池松高樹佢講，其實佢冇犯到當好，尤其佢係同李玉鳳係當叫嘅好朋友。佢講可能係現在按你嘅關係，緊張來翻譯，唔過佢知道，當道嘅翻譯可能冇犯到按好，唔過係知道佢當簽。另外呢，作者係講，因為作者大家啲分享自家嘅內容嘅時節。為透過伊個翻譯又煩，我就有聽到一個讀者呢，佢講，哇，看到一個日本話嘅翻譯 ，concept 是 concept 咯，唔過佢行卡上愛地度嘅意涵，就有人講，看睇林玉鳳嘅詩，看睇鄭貴輝嘅詩過後，佢行卡上愛地度講嘅係乜嘅？像鄭貴輝呢，佢係請關心環境，我還記得第一個見面會當中，有一個日本嘅詩人，佢特別講到。環境一下係全世界獨到嘅一個愛反思反省嘅問題，佢就對鄭貴輝嘅詩當中看到環境有幾重要嘅，比如講有海洋啊、海豚啊，還有鯨魚啊、海草，一種海洋嘅生物，可能一下係對頭擺當道就變少嘅，佢就會對一個詩去關心講，可能講台灣嘅海洋獨到係乜嘅問題，另外還有咩愛來看啊日本。一下咩係獨到共用嘅問題，我知道也就係大部分嘅文學，文大家想到行較多反思安尼嘅觀點。你認同嘅分享當中也好不嘅
人讲嘅秘辛吼，韩国咧当中嘅辛苦过程。啊，你知道讲像那个日本吼，日本人对下那个台湾客家文化，透过那个书做得来接受吗？接受应该是冇问题。比如讲，大家看到写风土民情，其實想來實際去行一轉。看到寫環境，就想來去關心環境。還有看到鍾小正先生佢寫嘅佢高德嘅情書，還有李橋嘅藍彩霞嘅春天，也係寫頭擺嘅團時代嘅。大家係用一種觀點去提講台灣人對這團時代有乜嘅解讀，還有咁有名嘅佢係寫一下嘅動態社會哦。佢寫嘅係一個細妹嘅講佢同阿婆嘅一段故事。我知道也真嘅係當精彩。講到啲阿婆係，我記得看佢日文版，就寫阿婆係咩？錯，也就係特別去來訪問一個出版社嘅。佢安樣嘅本韓較多嘅作者對一條翻譯嘅作品當中去看到客家詩、客家話。比如講，你講阿婆，日本話就叫做歐巴醬啊，係，佢唔係直接寫歐巴醬落去哦，佢係寫阿婆客家詩直接落去寫落去。徐國家你嘅歐巴醬嘅安尼嘅翻譯嘛，因為要留記一個介寫加落啲地位度，就像人嘅順風會寫一個補充，其實會寫阿婆歐巴醬。歐巴醬。第一擺出現嘅時候會寫歐巴醬，另外呢，佢就會照啲阿婆安尼攞去寫出來，還有當到客話用詞，比如講先前呢一個咁有名嘅佢出版一個設計嘅時節，要寫到當到嘅家庭生活，大家就會識啦，17喺生活當中當重要嘅素材，古時你就會對佢作品當中看到地位都有寫豐肉、豐板，還有信仰文化白宮，你會寫到地位度。古時大部分嘅翻譯，我韓家當然看到台灣啲上物嘅以外，還做得嚟學客家詩，做嚟講學客家話，樣嚟講，都係一種方式。好，多謝你哋今日按精彩嘅分享哦。